不是在治我跟思雨的错吧？我哪有？我没有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是薇薇她这么说的，是她非拉着我来的，我根本就没有吃你和思雨的醋。思雨怎么可能会喜欢你呢？她根本就不可能喜欢你。对不起，让你过了。就像你所说的，思雨是绝对不可能喜欢我的。但是，如果我确认了思雨确实对我有意思，我会坚决地表明我的态度。她对我来说永远都只是女人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会注意的，坚决杜绝跟任何异性单独在一起。欧阳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相信你，我也相信思雨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要再说这个了，好不好？其实吧，特别懂你此时此刻的心情。一大坛子醋打翻了，上面还撒了厚厚一层的辣椒面儿，滚烫滚烫的眼泪滴进去，这就有了咸淡味儿了。稍微打听一下，你现在心里是不是有一碗刚出锅的酸辣粉啊？再来一把榨菜碎儿，一把香菜末，馋得我口水都快出来了。要不我请你去城里吃酸辣粉啊？咱俩就甭跟这儿凑热闹了，你看怎么样？黎薇薇，你说完了没有？怎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现在的想法，当初的我不是没想过。我奉劝你，别想着利用你爸和欧伯伯的关系得到欧阳，他的心不在你这儿。你就算得到他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只会让他更讨厌你。薇薇小姐貌似记性不太好，你们黎氏集团在鹿岛的项目还等着我爸在那边拍板。味儿那么臭，怎么有股大葱味儿？是你身上的吧？有吗？嗨，早上出门的时候喷辟邪水啦。辟邪水？对呀，只有妖魔鬼怪才能闻见。欧伯伯好，徐伯伯好。啊，好好好。太巧了，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们。董事长好，徐伯伯好。哎，好。今天不是周末嘛，我就突然特别想打高尔夫，可是一个人打又太无聊了，所以我就把林美雅也给叫来了。打高尔夫，怎么不在自己家的球场打呀？我才不去呢，我哥老派人盯着我，特别无聊。美雅也会打高尔夫？你不知道，他打得可好啦。哎，没有，董事长没有。那就一起呗，人多也热闹。行啊，老薛。好啊，好啊。那就和孩子切磋切磋。走吧，走，走。孩子们坐，来，坐。哎呀，哎呀，没想到啊，美雅的球技这么高啊，我都自愧不如了。看来是没少练呐。爸，欧伯伯，你们有所不知，我和美雅在法国上学的时候，美雅不想要读书，
还要勤工俭学攒学费，同时兼了好几份工。其中一份呢，就是在球场当球童，他的球技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知道吃苦的可不多呀，啊，难得，难得呀。爸，您还没吃过美雅做的蛋糕呢，可好吃了。她在巴黎的一家蛋糕店打工，每次做出来的蛋糕都是我第一个品尝，别提有多好吃了。你就知道吃，你就是生活的太优越了，跟人家美雅多学习学习。你看看人家，啊，多磨练磨练自己。徐伯伯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思雨真的是我见过最善解人意、通情达理的女孩子。虽然她的家庭条件优越，但是她的身上丝毫没有一点大小姐的脾气，而且她还处处照顾我呢。在法国的时候，我被房东赶出去了，是思雨收留了我，不然啊，我就流落街头了。思雨她为我做了太多事情，我是从心里真的感谢她，所以我平常帮她做做家务，照顾她的生活，这些全部都是小事儿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其实啊，上次启动仪式活动上啊，伯伯本来是要好好感谢感谢你的，啊，因为每次我们通电话呀，他都在夸你，说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，我都知道，啊，如果要是不是你的话呀，估计他早就从法国跑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爸爸开了一家大排档，是吧？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开口，我会尽力而为啊。徐伯伯，真的谢谢您的好意。我为思雨做的这些事情，仅仅是因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喜欢她，我心甘情愿为她做的，我无所求。我的父亲也一样，他这一辈子经营着他自己的大排档，虽然赚的钱不多，但是他却很知足。我只求可以和思雨做一辈子的好朋友，这就够了。这么久以来，你从来都没有主动跟我提起过你的过去，以及你父母的事情。我也没敢问过你，怕问了你心里难过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怎么就没事？爸妈，我叫欧瑞，以后我会照顾好陈哲，你们放心吧。等我们结婚以后，我们会找一个合适的时间，给你们换一个宽敞点的地方。我现在有了陈哲的宝宝，陈家有后了，请你们保佑他健康平安。等宝宝出生了，我们带着宝宝来看你们。
平稳呼吸，眼睛盯住球。1、2、3，推杆。爸，哎，爸给你熬了点汤，来，尝尝。谢谢爸。味道怎么样？哎，丫头，咱们爷俩好久没聊天了啊！陪老爸聊聊天。问你个问题啊，林美雅是你的朋友吧？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是那种可以相互扶持、相伴一生的朋友吗？我在上海沉浮几十年，可以说阅人无数。可是大浪淘沙之后，能成为知己的，真的是寥寥无几。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，就更能体会到，如果有一个不在乎你的身份、地位、权利和财富的朋友，你们可以坐在一起，回忆那些或美好或悲伤的往事，或者在一起毫无顾忌的一起哭，一起笑。这才是人生当中最难得、最珍贵的东西。爸，您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呀？或许在欧阳这件事情上，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？可是，他们两个我都想要。上次我回法国之前问过梅雅，她说她跟欧阳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，所以我回来了。我就想着，或许我能为我的爱情努力一次。我一回来，他们两个就在一起了。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是你的感受，爸爸完全理解。也怪我，你从小到大，任何要求我都能满足。现在看来，是我错了。为什么是梅雅？为什么是我最好的朋友？听老爸一句话，回法国去吧，继续完成你的学业，好吗？为什么我就不能努力一次呢？如果我这次回去了，我会不甘心的。我一辈子都不会甘心的。思雨啊，我知道，你是一个从小就不愿意去伤害别人的那种人，所以我希望你再多考虑考虑。难道你就愿意去伤害林美雅吗？这件事情，老爸可以提前告诉你，很有可能最后的结果，你既得不到欧阳的心，也会失去林美雅的友情。
再多给你点时间考虑考虑，好吗？爸，我不用考虑了，我想为我自己活一回，即便是最后他们两个我都会失去，我也不后悔。我知道了，老爸尊重你的选择，而且我还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。但我希望你要记住你此时此刻的心情。人生这堂课是每个人要必修的。最后，不管你得了多少分，我也希望你能在其中学到一些什么。好了，赶紧趁热喝了，然后早点休息。我为思雨做的这些事情，仅仅是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喜欢他，我心甘情愿为他做的，我无所求。怎么样？好吃，特别好吃。你知道我在法国的时候最想念什么吗？什么呀？第一是我爸做的菜，第二就是这家牛肉面和烤串。上次我带思雨来吃过，她也觉得好吃。哎，打住啊！你们今天在球场上演的那出友情万岁的戏码，你还没走出来是不是？哎呦，他那个心虚的样，简直让人倒胃口。喂喂，你真的是误会思雨了。今天欧阳都跟我说了，他们在打球的时候，思雨的技术很差，但是他让欧阳不要管他，去陪那两个长辈。林梅呀，你当初对我的时候那么精明，怎么一碰上徐思雨你就怂了呢？你太吃软不吃硬了吧？早知道当时我也学徐思雨那套。跑题了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啊，徐思雨。他那叫以退为进，以守为攻，懂不懂？他在欧阳面前越示弱，欧阳就越不好意思拒绝他。还有，咱们俩今天赶到的时候，你没看见徐思雨这小交拳猛捶欧阳的吗？得亏咱俩及时赶到，要不然欧阳不保。你想想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对你闺蜜男朋友做出那样的举动吗？明显的勾引，赤裸裸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别那么激动，你好好吃东西，吃饭的时候生气对身体特别不好。来个毛豆。哦，对了，看看这个，这什么呀？徐思雨在今天那个球场的最佳杆数是79杆，明白了吗？哎，事实胜于雄辩，他就是在欧阳面前装作自己不会打。你们俩今天那出，徐思雨明显就是在欧阳和欧博面前演戏呢。说你傻，你还不相信，太单纯。牛肉面这玩意儿，传说中的牛肉面到啦，我替你尝尝好不好吃啊？哎呦，我说你就别琢磨了，你快吃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战斗。你别忘了，我可是100%站你这头的。
事吗？没事。下来，陪爸爸坐一会儿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坐在那儿，看看爸爸工作。你歇一会儿吧。你看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？前一段时间，我一直没有参加公司的会议，很多重要的决定，各部门又拿不定主意。销售部门又提出增加产量，老爸现在我呀还能打理。等我有一天退下来了，整个公司可就全靠你了。欧阳啊，你有什么话要跟爸爸说吗？你说，爸爸听着。没有，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你，陪你坐一会儿。那好啊，那我就跟你说说。今天呢，我和你徐伯伯谈了一个合作的事，他想给欧氏投资。咱们集团呢，现在发展的事业比较广泛，很多的项目也需要资金的支持。如果你徐伯伯能带来钱，自然是好事。你同意了？你怎么看徐思雨啊？朋友，准确的来说，是美雅的好朋友。可是我今天看出来，这个女孩对你是情真意切。爸，我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我们俩是不可能的，最多也就是个朋友。哎，你跟爸爸说，你跟她一点可能都没有吗？没有。我明白了，爸爸决定拒绝和许洪山的合作。其实只要欧伯伯吐口同意你俩的事儿，任凭他徐思雨在一边怎么蹦跶都没用。蹦的，谁蹦的啊？啊？欧阳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微微发了张你们在面摊照片，我就过来了。你怎么那么开心啊？我开心吗？心情好，我自然就开心了。哎，你先别开心不开心的，你来正好，我有事问你。啊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徐思雨喜欢你的事儿？说实话，我以前不知道，但现在知道。欧阳，你知道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干嘛？喜欢不是挺好的吗？我掐死你！你怎么那么享受啊？哎，那你打算怎么着啊？想怎么着啊？我爸说了，徐思雨他爸投资欧氏，就是为了跟我们家联姻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但是，我爸没同意。咦？什么？你爸没同意？哎，开心吧？啊？开心吗？我爸说了，他打算拒绝许洪山的投资。我爸同时还提到了我和美雅的事情。我过去总是觉得我是对的，总是替你们去做决定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各自有人生，我无权干涉你们的选择和决定，最后最终是苦是甜，是你们自己的。作为父母，永远不能陪你们走到最后，能够相伴的时间那么短，
何必闹得那么不开心呢？其实啊，我对林明雅的印象一直挺好的，只是他们家的情况和咱们的差距是太大了。我一直担心的是你们这段感情啊，会掺杂着功利的东西，就像你姐姐和陈哲那样。你姐姐是当局者迷呀，很多事情她看不清楚，所以我才反对他们两个在一起。小瑞的性格呀，很倔强，有时候他做出那些事情，也逼得我没有办法。我要求他退出董事会，我也是担心那个陈哲借你姐姐上了位，会害了咱们的公司。可林美雅跟他就不一样了。今天在球场上的事儿，我越来越了解到，这是个好姑娘，以后也一定是个好妻子。她要在你身边，以后对你的事业一定会有帮助的。您的意思是同意我跟美雅在一起了？谢谢老爸，谢谢爸爸。这样，那个找林美雅的父亲呢，聊一聊，说说这事儿。怎么了？不瞒您说，其实他爸一直不同意我们两个的事儿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想见面的话，可能要延期了。欧阳啊，这事爸爸可就帮不了你了，全靠你自己了。加油！什么？干嘛要打我啊？我刚才还跟林美雅说，只要欧伯伯同意，那就万事大吉了呢。没想到我话音还没落，欧伯伯就同意了。他有哪戏片出来了吗？哎呀，林美雅，你命简直太好了！明天我就带你去看婚纱。我知道有一个特别棒的设计师，他设计出来的婚纱简直美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有那么夸张吗？有。那咱们说好了，明天就去。好呀！哎，虽然现在我爸是同意，但你爸还没同意。我爸那儿你放心，我一定能说服他，尽快让他和你爸见面。这日子就靠你了啊！抱一下，抱一下，就一下，这么多人呢，你我不算吧。我不，抱一个。你饿不饿？我饿啊。老板，再来3碗牛肉面。是吧？找我。好，来坐。小哲，哎，这都说感情这个东西挺复杂的，可是我看来呀，还是挺简单的。你就拿林叔叔我来说吧，这一辈子都没结过婚，不是不想结，是因为啊，这儿啊已经有一个人了，别人要想进来，他就难受，他就疼啊。所以说呀，男人这一辈子遇上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不容易呀，一旦错过了，将会终生遗憾呐。哎呀，小哲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想吃叔叔做的菜就来大排档，想我和小雅呢就来家里坐坐。你记住了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你永远都是林家的一份子啊！
这点事儿。我走了。这边我要贴上我的照片。满意吗？为什么突然间那么恨我？就算分手了，这么多年，难道我不是你的亲人吗？我不相信你会这么狠心，我不相信你把过去的点点滴滴你都忘了，我不相信我被人家欺负了你不心疼我。谁比谁更虚伪，更无所谓，被冷眼嘲笑也会全身而退，小丑般过活的人啊，太狼狈。爸爸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努力的，绕不了多久，我就会爬上去，把他们都踩到我脚下。我怀孕了。真的怀孕了？开心吗？你要当爸爸了。开心，当然开心。我马上要结婚了，我的未婚夫是我公司的销售部部长陈哲。满世界的黑你遮光倒退，面具下是我言不由衷的罪，你的泪让我更痛彻这心扉，这场游戏一开始站错了队，我选择半途而废，在你面前含笑忏悔。
哎，王爷爷吃饭啦！哎，好，王老师，咱们俩吃饭。来，您坐。志宏，快出来吃饭了。让小雅做早饭呢。呵，这么丰盛啊！王老师啊，你这天天在我们家蹭吃蹭喝的，是不是得象征性交点伙食费呀？说什么呢？哎，王老师，你说你这张嘴，你胡说点什么呀你？我是开玩笑的。姑啊，你以后别当着王爷爷的面再说这样的话了。他儿子在抗洪救灾的时候牺牲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对，我知道。咱们管他不是应该的吗？我们不管他，谁管他？对，我们家小雅最善良了，不错，开玩笑。你说你这张嘴，哎呀，我说你闺女，你批评过我了啊！我以后管好我这张嘴啊，下回注意。爸，嗯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。你说。欧阳的爸爸同意我们俩的事情了，他想跟你见个面，请你吃个饭，两家当面商量一下我们俩的事儿。太棒了！在哪儿啊？我去。爸，我天哪，太好了！谢谢爸，老天爷呀！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爸！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哥，你怎么想通的啊？哥，你太了不起了！张嘴，这下我们小雅高兴了。爸，你多吃点，以后女儿天天给你做早饭，天天做你爱吃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谢谢老天爷啊！哎，你说说他俩呗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。陈哲的父母去世的早，他也是很小就被送去孤儿院，小雅就是孤儿院里认识他的。那时候啊，小雅跟他关系就非常好。后来我把小雅给接回家了，小哲呢就经常来我家找小雅玩。